Hello， 大家好，係 Louis。新嘅一年，大家好。我玩咗 Fuji 大話都有10年咁多，由 X10 一部機仔，慢慢用到 XT5，我就好中意佢嗰種操作同埋嗰個儀式感啦，仲有個色彩。但係自從咧喺上年，應該前年2024年成立咗呢個 HeyHey Studio 之後咧，我就發現到咧，影到張相比起個顏色咧係更加重要嘅。我呢個 HeyHey Studio 咧最主要就係影寵物啦，做一個寵物嘅攝影師，無暇唔會聽你講話 stay 就 stay， 唔理貓定係狗，佢哋個眼神同動作咧就一閃即逝嘅啫。唔係咧，唔係咧，咁我轉會 Sony 咧係一個理智多過情感嘅一個決定嚟嘅。咁因為佢嗰種嘅 real time tracking 即時嘅追焦咧，就俾到一份安全感我，令到我可以將個精神咧好專注咁擺翻喺同無瑕溝通啊，同主人去溝通，而唔係執着緊佢仲對唔對到焦。所以呢部機對我嚟講咧，佢已經唔係一個玩具講感覺嘅一樣嘢，而係一個同我同步呼吸嘅工具。只要想影嗰個 moment，佢就會影到。好多人咧都話 Sony 咧嗰陣數碼味，可以話係好似 Android 機咁樣影出嚟係一種味精嘅味道。其實只要你識 set 佢嘅 creative look 咧，佢嗰種電影感同埋氛圍咧都會好出嘅，直情可以直出添。所以而家換咗 Sony 之後咧，我最享受嘅係我影完之後直接喺個 mon 嗰度俾客人去揀相，已經好有質感。轉咗上嚟全片幅之後咧，佢層次非常之分明，睇到嘅作品咧係好有層次感，而唔係講緊淨係得個顏色靚。呢一種嘅即時嘅滿足感，對於我工作流程嚟講，亦都對於客人嘅信任度嚟講咧，亦都非常之重要，一個大大嘅提升。咁講翻啦，雖然咧喺工作上面咧，我轉咗用 Sony，但係我心裏面對嗰種城市光影嘅觀察咧，依然係冇變嘅。咁希望2026年咧，想藉住喺呢個 channel 入邊咧，同大家多啲交流。我會繼續去分享點樣用最簡單嘅燈光或者自然光啦，去影出呢個高級感、電影感。點樣去用 Sony 除咗影相之外，仲有拍片，可以製作出有故事感嘅影片俾大家睇。當然啦，仲有我最中意嘅手沖咖啡。喺2026年咧，我唔希望我淨係一個揸住相機嘅，我希望可以分享到一啲我生活上面嘅細節啦，同埋我生活上唔同嘅分享俾大家睇到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種節奏，中意我影片嘅 style 咧，歡迎大家同我一齊行今年2026年呢條路。好啦，咁飲完杯咖啡咧，我就繼續工作，繼續出去影相。大家見到我後面呢個景咧，就係今年第一個主題，就係影新年景。亦都會攞呢部 Sony 出去繼續影唔同城市嘅角落、唔同嘅街拍景俾大家睇，亦都會喺呢個 channel 入邊咧繼續分享翻唔同嘅調色，俾大家知道 Sony 去 creative look 色彩嗰方面嘅管理進步咧係唔同咗好多。可以分享下相機入邊 creative look 嘅調校啦，點樣可以影到直出嘅 JPEG， 大家都好關心呢個話題。因為之前用 Fujifilm 嘅時候咧，就一直強調 JPEG 直出。原來我轉咗過嚟 Sony 之後咧，就發現其實佢嘅 JPEG 直出咧已經好強，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轉會過嚟 Sony 嘅原因。咁我哋就下一條片再見㗎咯喎，做嘢先，去影相啦〜